金榮集團斬獲 Brokers PIL 雙項大獎，憑技術硬實力鑄就行業新標，在2025年 Brokers PIL 全球評選中，金榮集團攜最佳金融科技解決方案提供商與最佳金融科技創新卓越獎，雙獎加冕。此次獲獎不僅彰顯了金榮集團在金融數字化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更印證了其通過技術革新推動行業發展的深遠影響力。從2010年香港起步到全球局，金榮集團用15年全息技術編輯，每年摘下15%營收投入研發，在智能化交易系統、毫秒級風控模型、金融大數據分析三大戰場，啃下20餘項專利硬骨頭。如今，他們的技術版圖早已跨越30個國家和地區，就連 HKGX、DMCC 這些國際頂流牌照機構，都成為了他們的技術背書官。作為金融科技領域的標企業，金榮集團始終以技術創新為引擎，驅動行業變革。此次雙獎加身，不僅是國際權威機構對其技術實力的高度認可，更是對其多年來深耕金融科技、賦能行業發展的有力肯定。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的複雜形勢和客戶日漸多元化的需求，金榮集團將繼續發揮技術優勢，持續優化智能風控體系，提升交易平台的穩定性與安全性，為全球用戶打造更高效、更智能的金融服務生態。雙獎加身不是終點，而是新的起點。懷住科技驅動金融普惠的使命，金榮集團早已將目光投向更遠的未來，持續踐行科技驅動金融普惠的使命，以客戶需求為導向，攜手全球合作夥伴共建開放、智能、可持續的金融生態，為行業高質量發展注入更多動能。